係3月25號，當年今日有啲乜嘢娛樂事件發生呢？娛樂圈當年今日將會搜羅當年今日嘅娛樂圈事件，勾起大家幕幕回憶，令你再三回味。2004年3月25日，鄭秀文怒炒追隨8年嘅助手阿爽，兼拒絕賠償一事曝光之後 ，Sammy 嘅經理人郭啟華不斷同阿爽談判，如無意外，阿爽將會繼續返工1個月，以表明佢哋兩個好來好去。2008年3月25日，陶喆喺紅館舉行尾場演唱會，觀眾嚟自台灣、泰國、日本同大馬，陶媽媽亦都有去捧場。陶喆出席慶功宴嗰陣透露，會籌備一套電影。佢表示劇本會由自己寫，希望會突破華人電影，唔想有自己風格，唔想大家覺得電影有佢嘅光環。2009年3月25日，靜休咗4年嘅王菲宣布以2000萬人民幣接拍咗內地一個洗髮用品廣告。王菲喺05年初於廣州舉行完演唱會之後就淡出樂壇，同年與內地藝人李亞鵬結婚。近年雖然屢次傳出王菲復出，更計劃舉行巡迴演唱會，但係一直只聞樓梯響。2009年係王菲加入樂壇20週年，估唔到佢復出嘅頭炮就獻咗俾內地一個洗髮用品。大家好，我係林偉晨，我係顏子飛，歡迎大家收睇《星動亞洲》。嗱，《星動亞洲》咧就係一個集專題探討、追訪藝人娛樂新聞於一身嘅全新娛樂資訊節目啊！我哋會用嶄新嘅角度同埋態度咧，同大家分析娛樂圈嘅最新動態同埋現象啦。同一時間為觀眾帶嚟最新最獨特嘅娛樂資訊。冇錯咁啊，《星動亞洲》咧其中一個環節咧就叫餘情未了，就係娛樂個餘啊！我哋就係會用盡呢一切嘅人力物力啊，幫大家揾翻一啲咧係多年未見、不知所蹤嘅藝人紅星啊！係啦，而今集咧，我哋嘅主角就係曾經喺70、80年代紅極一時嘅黃元申啊。咁黃元申喺1989年嘅時候突然決定出家，咁之後咧好少有人見過佢喎。係，究竟佢何去何從？而家喺邊處呢？我哋一齊餘情未了，黃元申。娛樂圈造就咗無數叱咤風雲、紅遍中外、歷久不衰嘅非凡藝人。過去佢哋飾演過無數傳奇角色，拍攝咗好多經典劇集，又或者演唱過唔少扣人心弦嘅歌曲，令每一位觀眾都留下刻骨銘心嘅印象。雖然部分嘅演藝前輩已經退隱咗，但係一張張熟悉嘅面孔並冇因為歲月嘅流逝而變得模糊。佢哋同觀眾之間嘅關係可以話係縈繞不斷，而觀眾對佢哋亦都係餘情未了。而當中有一位係我非常尊敬嘅前輩，佢既係文韜武略、才德兼備，有不凡嘅儀表、廣結良緣，曾經企喺演藝舞台嘅頂峰，受到萬人敬仰。佢就係黃元申。一臉英氣喺熒幕上建立出剛健合視形象嘅黃元申，所參演過嘅影視作品都深受歡迎，深入民心。好似《大俠霍元甲》、《少年黃飛鴻》、《滿清13王朝》、《張寶仔》等等，全部都備受推崇。尤其係霍元甲呢一個角色，更加令佢紅遍中國大陸，成就卓越。呢一位一代巨星，昔日就係住喺牛池灣坪石邨，唔知附近嘅街坊對佢有冇印象呢？見你喺坪石邨呢度啦，咁咧有冇聽聞咧？以前咧黃元申啊，佢就喺度住嘅，對佢有冇印象啊？有印象，佢拍嗰套即係亞視嗰套戲咧，就幾好睇。霍元甲啊，霍元甲係啦，係啊，幾好啊，因為佢嘅功夫底啊嘛。喺電視睇到佢覺得做戲好認真咯，又演技幾好咯。不過好似我都見過喺大嶼山見過一次。你有自己親眼見到？以前依家講成10幾20年前嘅寶林咧，好似係見咗啦，同埋莊文清啊咁咯，好似喺我坐耕田。耕田啊？有冇印象？好似係10幾年前。我諗成20年前都有。10幾20年前。如果有機會，我真係希望佢拍戲，因為佢拍嗰啲戲咧都有啲深度咯。係啊。行內人都叫黃元申做 OK 仔。佢1948年出世，祖籍四川，12歲就正式拜師學習武藝。由於佢機靈又刻苦，練得一身好武功，
之後有一次，佢細佬幫佢報考演員，喺電影《臥虎狂龍》嘅試鏡入面，黃元申受到導演嘅高度評價。由於佢嘅表現出色，一鳴驚人，之後就片玉不斷，正式踏上佢嘅演藝星途。呢個人你唔使同佢講多㗎，佢見到你就話：知我者莫如佢。簡單一句，知我者莫如佢，道盡黃元申同埋徐義牛相知相交嘅深厚情誼。同甘共苦數十載，彼此惺惺相惜，戲裏戲外都十分合拍。驀然回首，義牛哥對呢位老拍檔依然係念念不忘。義牛哥話：你同佢都相處咁多啊，你覺得佢個人係點，性格係點嘅咧？佢個人都幾好嘅，幾豁達，好盡責啦。拍戲咧就好幫手嘅，係唔同係我哋拍緊戲咁樣燈啊燈仔啊乜都幫手嘅，甚至教人做戲都做埋一樣。即係好抵得諗。做咗呢行都做咗大半世，喺晚年嗰啲安靜日子都好啱嘅。入嚟啊！師傅，聽朝去買4張火車票。師傅啊，你決定咗啦咩？我一定要翻去。佢有冇呢啲咁樣嘅點講啊？譬如有冇呢啲咁嘅佛性啊，或者有啲咁樣嘅悟性咧，係已經係透露咗俾你哋知道咧？佢就係嗰個，佢都有噶啦。嗰陣時嗰個就早期啲即係陳秀雯嘅老公介紹，佢就佛家嚟嘅。咁啊就話與佛有緣，就即係話俾你聽，佢同佢個先生傾得好埋嘅。咁就由佢引導佢去做呢樣嘢。咁但係佢已經收到佛家啦，即係對呢行都冇乜興趣啦。咁就一路透露之後咧，就尾後就啱就最尾期就同佢喺呢個張寶仔度結緣。我一直都好敬重你嘅為人，我亦都知道呢一次你係為我好，我心明白。寶仔，我今次嚟，如果勸你唔到歸學嘅，我亦都唔會離開呢一度。唔離開咪唔離開咯，難得老朋友見面，你咪喺度住多幾日咯。不過我話俾你聽啊，你唔使嘥心機嚟勸我嘅。一到拍完戲咧，佢就要食完飯之後咧，就一定同佢傾偈。傾嘅咧就係好柔和嘅偈。傾完到咁上下啦，佢話：油哥唔好意思啦，我要念經。咁佢就落張蚊帳就念經，又唔好騷擾佢啦。佢嗰陣時拍咧就兩條心嚟㗎，個腦咧就另外一邊係諗緊佛家，但係個人就要在身不由己，要拍好呢個劇集。我覺得佢嗰段時間都幾掙扎，係啊掙扎緊。拍完呢個戲，我要拜佛啦。哦，嗰時佢有透露嘅。有透露，佢咪日日念經咯。咁嘅就係佢話我最後呢個戲拍完之後咧，我就係忍啦，歸忍啦，去入法為僧啦咁。喺事業如日中天嘅時候，黃元申突然看破紅塵，退出娛樂圈。喺1989年嚟到寶林禪寺出家，法號顯申，並拜得道高僧聖一法師為師。事件令到整個娛樂圈為之震驚。但係我哋指到出街，我哋嘅感覺即係一個突然哇咁叻仔，應該仲有大把世界㗎嘛。嗰陣時佢仲有運行嘅，但係點解會出家咧？咁我不必多問啦。咁啲人就有好多揣測啦，又話佢咩咁嗰啲講啦。咁我哋不必揣測啦，因為佢既然都立地成佛啦、成仙啦。但係有冇話覺得可惜咧？一個咁好嘅演員又唔做啦咁樣咧？咁就做我哋呢行都冇乜叫可唔可惜嘅，即係對每一個行業願盡，同埋佢中意嘅嘢揾翻自己嘅嘢，去得舒舒服服，冇話拖泥帶水啊，咁你 OK 嘅咯，係咪？即係都係祝福佢，希望佢揾翻佢嘅。一定祝福佢噶嘛，佢而家唔係做壞事咁成為。希望有緣第日咧，佢會翻嚟。我哋嗰陣時就咁講，希望有緣我哋仲可以同佢合作拍翻戲。咁呢個就係我哋嘅願望。其實對於黃元申咧，一早就好多傳聞㗎啦。咁啊有傳佢就已經還俗啦，仲話去咗美國，亦都有傳佢移居去咗台灣嚟繼續修行㗎。其實咁多傳聞，邊一樣先至係真嘅咧？下一 part 翻嚟星動亞洲為你揭盅。顯申喺一次訪問中曾經提到，父母最初都唔同意佢出家，後嚟媽媽見佢去意已決，就冇再阻止啦。只係爸爸依然放唔低。至於佢嘅太太，原則上都係支持同埋諒解佢嘅做法，並且繼續獨力撫養兩個細路仔。緣來緣去，太太其後雖然曾經多次去到禪寺探望顯申，
但係始終都無法如願。寶林禪寺位於大嶼山嘅地塘仔，頭先我由昂坪市集行過嚟都差唔多用咗1個鐘嘅時間，位置又比較偏僻，唔係咁多訪客，所以好適合出家人喺度禪修㗎。放下塵世間嘅七情六慾，顯身過住最簡樸率真嘅生活，事事都親力親為。每日3點半就起身，4點做早課，5點幾食早飯，7點就開始誦經，然後種菜養花。事實上，除咗黃元申之外，前演藝人莊文清同埋何寶生，亦都同樣喺呢一度剃度修行過。只係世事如棋局局新，黃元申又喺2005年突然離志還俗，之後仲好低調咁去咗美國。因為呢個人呢，做嘢出嚟盡責，有人心、有神心、有朋友嘅心、有愛心，俾4個字佢：短征小幹、聰明。對電視電影係有貢獻嘅。問題佢走咗佢自己中意嗰條路，咁我恭祝佢，希望佢神靈保佑佢神心善心，重新開始。有緣再見。而最近我哋聯絡過黃元申嘅妹妹，雖然佢就唔肯出鏡接受訪問，但就透露黃元申已經由美國移居咗內地，同佢個仔過住安穩嘅生活啦。能夠忠於自己，自由追逐個人信念，聽落就好似好簡單。但其實一啲都唔容易㗎。我喺度衷心祝福呢一位大家嘅偶像，繼續可以過住一啲佢自己嚮往嘅生活啦。其實每個人咧都追求自己理想嘅生活嘅，回歸平靜，出塵脫世。我諗黃元申亦都係追求緊呢種生活。喺呢度咧，再一次祝福佢嘅生活能夠快樂同埋幸福啊！係啦，咁如果大家都有一啲久未露面嘅藝人嘅消息啊、行蹤啊，或者啲相嘅話咧，都歡迎透過以下呢一個網址或者社交網站咧，同我哋聯絡，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喺呢個時候咧，同大家懷緬一個國際巨星。咁相信大家仲記得2003年4月1日咧，香港娛樂圈係發生咗一件係轟動國際嘅不幸事件，咁就係一代巨星張國榮啊，因為抑鬱症而離開咗我哋㗎。係啦，而唔經唔覺咧，哥哥張國榮已經離開咗我哋有10年嘅時間㗎啦噃。而張國榮嘅傳奇一生咧，其實都係喺亞洲電視開始嘅噃。事關哥哥幫我哋拍攝過好多為人熟悉嘅電視劇，同埋演繹過好多電視劇嘅主題曲㗎。亦都接受咗我哋好多獨家嘅專訪啦。咁啊，所以我哋星動亞洲咧係誠意啊剪輯咗1連5集，延續張國榮傳奇紀念特輯，咁啊同大家一齊分享佢細緻嘅人生。我記得啦，鐘 Sir 揾咗我入去 office， 咁然後話嗱，你而家得咗第2啦，咁樣咧你知啦，你張合約咧就一定要係簽翻我哋麗的㗎啦，咁然後咧就話嗱，我俾個薪酬你啊，1000蚊。哇！你反應啊，大佬，唔使買牛仔褲有1000蚊，唔使買牛仔褲有1000蚊。咁同埋我都應該覺得我自己有少少即係藝術細胞。應該有嘅啫。係我真係唔驚啊！嗰陣時我做咩都唔驚。咁然後咧就話1000蚊，咁哇好啦發達，然後即刻走咗廣播道，就租咗間500蚊嘅房。然後就幾敗家啊呢樣嘢。唔係啊，咁近啊嘛，你諗下大佬。巴士都要啦，咁同埋一樣嘢喎，真係喎，呢樣嘢真係真嘅喎。阿 King Sir 就同我講，佢就話嗱，你咧，因為你而家就係藝員啦，你咧已經有知名度啦，你就唔可以搭巴士或者電車嘅，真係咁，真係冇理由就應該可以。咁原來收尾我抄翻咧，邵氏又係咁嘅喎。係啊，都係咁樣。邵氏嗰啲合嗰陣時好，咁我哋咪冇人同我簽，我成日搭巴士搭電車。我搭地鐵添，搭地鐵。嗰陣時就冇咁方便啦，冇地鐵啦。我諗而家啲 contract 已經冇話你唔可以搭地鐵。梗係冇啦，係。咁啊。哇！諗下條數唔襟計喎，如果下的士，雖然嗰陣時起標2個半，咁起標2個半咧，咁然後我就話唔好啦，咁啊租咗呢度咧，咁我覺得哇，我都幾奢侈嘅。你當然奢侈啦，1000蚊人工500蚊租間房。然後咧就預期攞咗半年薪水。就係粉飾自己間房，咁所以嗰間房唔醜樣㗎，一啲都唔醜樣。預支半年薪水啊！預支半年薪水，有地氈㗎。哇！嗰次麗的咁好啊嘛，嗰次麗的。係啊，麗的對我真係好，我覺得我唔委屈自己。咁然後咧就可能真係麗的開始一路想捧我，咁然後咧就
叫我去 bang bang 攞3隻，所以我又唔識喎，大佬嗰衫又唔使俾錢啦，着其他牌子嘅，又唔識名牌，乜都唔識，着 bang bang 話咧反應啦，又走去 bang bang 嗰度攞，不過嗰陣時咧都係衰啊，即係所以我知道你個仔而家都係攞緊人哋啲3隻，咁就係話有贊助商啊嘛，咁佢又同我講，佢話哇啲面口唔係好好喎，攞衫嗰陣時。我大佬嗰陣時我去黑咁嗰啲嘛，有即係新款出嚟嗰啲你冇份着嘅，一定要嗰啲貴美啊，大家完咗啊嗰啲，咁然後咧明明冇客㗎，明明冇客㗎嗰間嘢，要我等9個字，就話喂好忙啊而家，忙咩啫？個個喺度企喺度打牙膠。即係咁你可以唔要啦。咩唔要啊？嗰陣時呢啲恥肉去吞㗎呢啲。喂，500蚊你着咩衫啊？得翻500蚊啫喎，租咗間房，你仲要食喎。嗰陣時1日3餐就唔係公仔麵喎，係麗的飯堂喎。係。早餐、午餐、晚飯都係麗的喎。一定攞㗎！而家咧，而家佢着牛仔褲就係瀟灑啦。嗰陣時日日着牛仔褲俾人哋鬧。真係，所以佢而家唔肯着牛仔褲。唔係咩？唔係佢肯。咁然後，但係咧仲好嘢到咧，就係可以俾翻200蚊媽咪。哇！咁孝順啊，真係好孝順。你媽咪唔頂嗰200蚊使啊！你媽咪大把錢㗎嘛。呢個係孝心。但係佢即係覺得好玩咯，即係至少叫做嗱我做嘢啦，俾200蚊你啦。咁所以嗰300蚊就係我嚟周圍發㗎。咁冇話9個字啊！一日10皮啊，大佬。咁上下嘅啫。一日10皮真係唔搭的士啊，兩個半起標都。咁樣呢個環境係維持咗9個月啫。都唔係好耐啫。係啊，9個月，因為我嗰張約咧就雖然2年。但係咧就我未滿20歲嘅，即係未滿21歲。咁嗰陣時就好興挖角潮啦，你知啦，有第3間電視台出咗嚟，咁然後就聽到就有人要挖我，咁然後高亮叔啦，高亮叔就走去，咁然後就話：喂，靚仔，而家你好啊，而家開始加俾你啦，咁2950。哇！3倍加。機係啊嘅3倍喎。我第2張約啦，嗰陣時就9個月。哇！咁好易啊，好鬆動啦。咁即刻租咗間1900蚊嘅房啦，係嘛？即刻就租咗一間1000蚊嘅 flat。係嘛？真係喎，估中你嗰啲衰嘢，Landy 係咁衰。係啊，我真係服咗你啊，嘉玲。喂，咁我好好奇啦，我問句，而家你住過，我當然係自己買啦，有幾多？哇！佢間屋緊要啦，而家。好犀利啊！係5000蚊。成唔知幾多倍啊！嗰間屋值500幾萬嗰間嘢，幾多面積咧？3000幾尺啫。好靚啊！咁大做咩嘢啫？就唔係即係我有一個人咧有個原則，就係咧即係我覺得其實啲原則都係同其他人一樣，就係衣食住行。咁我哋擺住咧係最第一位，因為我問過好多朋友啊，就係話佢哋話即係瞓覺啫嘛，咁係啦，4尺半7尺之床已經夠㗎啦。如果唔係咁啊，個個瞓棺材鋪啦，傻嘅嗰啲有。我又覺得唔係喎，即係我覺得係一種享受。你喺屋企時間好少㗎嘛問題。好多。佢好黐家㗎呢個人。要工作咁忙到佢黐家咪拍電影搞歌。我聽過一個訪問，係好黐家。係啦，我係即係可能同我星座有關係。你咩星座？我處女座。10大金曲之類咁嘅嘢。咁啊個個咧都係預先知道 tips 有冇㗎啦。冇啊，梗係唔去啦，死人都。呢個人咧明知自己冇都去喎。哦，呢個好啊，呢個睇住。仲坐喺第。好啦，唔係即係好似香港電影金像獎咁啫嘛。人哋以為我一去親實攞緊，知我輸緊。係咯，佢都照去啊！呢個人非常有體育精神啊！呢樣嘢真係張國榮好抵讚啊！佢即係支持自己個行業咧。你成功有道理。係真係有道理。好咁啊好啦，去到咁啊，我哋已經喺後邊話Leslie。好嘢喎！佢點解會嚟咧？咁嗰陣時咧就例牌賽就係話歌星唔出席，我打擾你鄧麗君，因為嗰陣時鄧麗君唔俾，所以徐小鳳冇攞。徐小鳳講啲乜冇？我呢個唔通，我呢個唔公平嘅喎。嗱，好啦，唔好講呢個問題，唔好講呢個出唔出席冇得攞嘅問題。咁然後咧就佢去咗澳洲，然後咧因為嗰年我就攞2隻歌，咁然後咧其實咧就係譚詠麟就係攞3隻，我哋自己知㗎嘛。我哋1個禮拜前歌手已經知，然後佢就攞最佳男歌手。啊唔係，我攞1隻添啫，然後我攞埋個最佳歌曲咁。有誰共鳴？嗰年真係有誰共鳴啦！一出嚟就俾人響到隻狗咁樣響翻入去。嗰年冇唔會啦嘛，嗰年都就係嗰年我已經做完12場演唱會添。當時咧我就話，我對住支咪，我就話一係我就去引咗嚟
我唱埋呢首歌，我翻入後台。因為我覺得就係話，我受人2分4，我去唱一啲好歌，我將個人企出嚟係表演嘅保證。我永遠都係 I die my heart out，冇錯，我永遠都係盡我最大嘅力量去唱俾你哋聽。你哋竟然去響我，你明唔明啊？同埋仲係好難聽嘅説話去鬧我，即係為乜先，大佬？不唔係啦，我覺得自己。你如果做個公眾人物，你嘅地位低過普通人㗎啦。嚇，呢個冇辦法。咁就係話，如果你哋以為用粗口鬧我，用嘢咁樣講我，用粗口啊？哦，好粗添，真係，我都聽過咋。鬧到哇幾面懵啊！曹廣榮頒獎俾我。我就覺得最好嘢就係咩啦？就係阿 Sam 大佬叫咩？許冠文。阿許冠文就話佢喺度鬧乜榮。喺度鬧，咁佢話：你講咩啫？曹廣榮啊咁。我最記得佢咪真係，我覺得感恩。佢咪真係，Michael真係好嘢，你知 Michael 真係好嘢。知張國榮嗰3件事，我勸你絕對唔好放喺身上。唔好放喺心上。冇啊，因為事實已經證明你而家好成功。點解我可以做咗咁耐咧？喺娛樂界，深尾咧我就終於考慮咗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唔撈咧，除非即係冇人可以趕盡我，去我唔撈。如果我真係唔做呢行嘅話咧，係我自己光榮地行翻出去。冇錯，一流真係。歡迎大家翻到嚟《星動亞洲》第3部分。子飛。其實我哋星動亞洲咧，雖然係一個新嘅節目，咁但係咧，我哋嘅娛樂資訊節目啊，亞洲星空下咧將會強勢加盟喎。冇錯啦，即係話咧，逢1至5晚亞洲星空下咧，都會繼續同大家見面嘅喎，繼續為你哋送上最新嘅全港娛樂資訊啦，同埋亞洲電視嘅最新動向。呢一日，華仔劉德華、Sammy、鄭秀文齊為新片舉行記者招待會。除佢哋2個現身之外，身兼導演同埋監製嘅杜 Sir、杜琪峰、韋家輝、林建岳博士同埋楊受成博士都係現身支持，場面非常之熱鬧。相隔接近10年啦，杜 Sir、杜琪峰、韋家輝、劉德華、鄭秀文呢個黃金組合再度合作啦，為觀眾炮製出一部充滿懸疑性嘅偵探電影。再次同 Sammy 合作，華仔依然咁欣賞佢。幽默方面嘅幽默，佢係不嬲都咁幽默啦，即係喺戲裏邊嘅喜感係十足㗎啦。咁今次文戲啦、動作啦，咁基本上就係一個全能嘅藝人。哇！Sammy 咧，冇第二個啊，冇第二個，揾唔到第二個。我都承認即係呢部電影裏面真係我同華仔都好盡力去做咯，即係我諗每一個好細緻嘅鏡頭，某一個場口，因為其實呢部電影佢唔係淨係笑，又唔係淨係懸疑，有好多嘢裏面，所以我哋嘅演出一定要好花心思同埋好用神咯。華仔喺呢套戲裏邊飾演一名失明嘅神探，對於華仔嚟講，絕對係一次新嘗試。初頭難㗎，初頭就一路我去咗嗰個盲人嘅訓練中心啊去睇啊咁樣。咁其實開頭咧就會盡量喺鏡頭面前咧，俾人感覺到我係一個盲嘅人咯。咁但係原來咧，我經過咗2個月喺嗰個盲人嘅中心裏邊咧，原來裏邊嘅人咧，裏邊嘅盲人咧，係極力咁俾人感覺到佢哋唔係盲。咁所以今次我嘅演出係用咗另外一個方法，就喺個鏡頭面前極力咁演俾人哋睇，我係睇到嘢嘅咁樣嘅盲人咁。咁我覺得個取向係有啲唔同嘅，所以今次係有啲唔一樣。所以眼神都可以做戲嘅今次。我做戲㗎，因為唔帶黑超嘅喎，今次係冇一個鏡頭都冇。Sammy 仲提醒各位觀眾，雖然呢一部戲係一套偵探片，但係有好多好搞笑嘅場位，要令觀眾大笑嘅話 ，Sammy 話最緊要先感染自己。希望觀眾感受到嗰個誠意咯，即係嗰個爛達達我都好滿意咯。睇到片，哇，好唔似我。而笑嗰啲我又覺得同華仔拍嗰陣時，基本上你要令人哋笑，首先你要感染自己。我哋自己都覺得好笑，即係拍嗰陣時係好開心，同埋係好好笑咯。咁我所以好有信心，觀眾入場，如果你想笑或者你又想懸疑，一定可以攞到晒你哋想攞嘅嘢咯。杜 Sir 亦透露，華仔拍攝呢一部戲嘅時候受過幾次傷，
真係心痛死我哋啦！係啊，佢都撲過幾次啦，好幾驚係佢真係當自己盲嘅，係，佢真係成嚿撞咗埋去度，點救佢都撞咗啦。有冇整親你就得咯，嗬？係啊，咁遠遠地見佢撲低，咪知佢嚇撲低咯。嚟就 cut 咁樣嘛，佢會起身嘅啦。容祖兒、Twins、任達華、溫碧霞、陳嘉媛、黃秋生、丁子高，一間娛樂公司呢一晚呢就舉行春茗，星光雲集，場面非常之墟冚。阿 Q 自從公開咗同佢韓籍嘅男友 Mr K 嘅戀情之後呢，成個人如沐春風一樣，幸福兩個字寫晒塊面度。呢一晚佢仲同男友前後腳到場，戀情逐步浮面，真係羨煞旁人啦。就蠻不錯的，他跟我身邊的所有朋友啊、公司同事啊都很好。我覺得他挺好的，我覺得什麼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他有用心的去談阿嬌，我覺得這方面我蠻欣賞他的。係咪覺得佢都係阿嬌嘅真命天子啊？你覺得呢？希望吧，我覺得他真的很不錯，外形很能夠保護嬌嬌，而且他也很照顧她，所以很替嬌嬌高興。作為公司一姐，Joey自然成為全場嘅焦點。呢一晚佢為咗隆重其事啊，仲特別以新髮式示人。今天我到那個 salon 去化妝的時候，我就特別帶了2個假髮，跟我的髮型師商量要不要帶一下，因為好久沒有用長頭髮的形象示人了，而且現在又很方便啊，我就覺得這個髮型也蠻配合今天的裙子，所以就來一個跟平時有點不同的，就女性化一點的，讓我自己記得每一年的造型咯。華哥任達華演技好就係人都知㗎啦，最近佢仲演而優則導，首次執起導演筒拍攝一出恐怖片，佢仲話好彩冇嚇親女女咋。女兒現在什麼都不知道了，因為其實這個片子小孩子不能看，蠻恐怖的。但是呢，小孩子也關注我，也關心我，所以呢，我出去拍戲的時候呢，他也跟我祈禱，而且呢，琪琪每天我出去拍戲的時候呢，都給我紅包，就好像過年一樣，就蠻開心的。就是家庭呢，有時候，女兒跟老婆呢，都對我蠻好的，就心情蠻開心的。由亞洲電視製作、香港浸會大學主辦嘅第10屆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呢，日前已經舉辦咗一個評選會啦。而呢個獎咧就係希望激勵一啲大學生嘅原創精神啦，加強兩岸四地、新加坡同埋國際學生嘅交流。而當日出席嘅導演咧，包括咗係唐基明啊、羅啟銳噶。不如睇下當時嘅情況啊！被譽為華語學界奧斯卡嘅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今年已經係第10屆啦。其實正式嚟講，頒獎禮咧喺4月尾先至舉行嘅。不過而家正就係評審嘅階段。每一屆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都會吸引到全球多間學校參賽，包括內地、台灣、香港同埋澳門。另外，大會亦都會邀請到美國、英國、波蘭、捷克同埋韓國等等國家最好嘅電影學院揀出佢哋最優秀嘅作品嚟參賽，而可以成為評審嘅都係香港影視界嘅大師級人馬。大會今次就邀請到榮獲第60屆柏林影展最佳影片水晶熊獎嘅導演羅啟銳、香港新浪潮電影導演唐基明同埋香港電影金像獎嘅評審劉成漢作為劇情同埋動畫組別嘅評審。我想問下咧，今屆嘅電影獎啦，喺你心目中嘅評選準則係咩呢？我估因為佢哋都係啲新進嘅導演啦，咁所以咧我就比較着重創意同埋表達嘅能力。咁就當然我哋都有個幾項評分嘅標準嘅，就包括攝影啊、整體嘅剪接啊、技術嘅表達啊咁樣，咁都有。咁就但係我見今次嘅水準都好平均，都相當突出嚇。導演啊，其實咧你睇咗好多嘅作品啦，有冇話覺得邊一區嘅學生嘅作品比較突出啲咧？差不多，今年好平均，咁同埋好奇怪，唔知係咪因為而家地球村嘅原因咧，
我見好似台灣片又多咗啲大陸嘅風格啊，大陸片又多啲香港風格啊，香港片又越嚟越多，係啦，咁所以就好似地球一體化咁。咁反為就各地嘅導演個人嘅風格就比較強，就唔係話地區性嘅風格。今屆有14套劇情片角逐最佳劇情片獎、最佳導演、最佳創意獎同埋最佳劇作獎。另外，亦都有9套動畫爭奪最佳動畫獎。唐基明監製同埋劉成漢導演就表示啦，今次參選嘅作品水準都唔錯喎。今年我最大嘅感覺就係我做咗2-3年，好似係第3次咁片，俾我最大嘅進步咗好多作品都，就佢哋嗰個對嗰個社會嘅視野，唔係呢個係技術問題，反而佢哋嗰個背後嗰個思想啊、內容啊，可以講得話係已經走出咗個學生世界嘅象牙塔，關心咗社會啊，同埋甚至乎政治層面嘅嘢都好多，亦都好關心嗰個同上一代嘅關係啊、感情啊，好成熟、相當成熟嘅思想，即係話好立體去考慮整個嘅主題同埋題材。若然嗰個作品係用好多CG 嘅特效，你會唔會對嗰個作品特別加分呢？唔一定係用呢個電腦啊、CG 啊嗰啲啩。我覺得佢影像好咧，就係話你睇到嘅，你感覺到嘅，因為你如果你有經驗嘅導演或者睇電影嘅人，即係個影像能夠打動你，或者係好有一種氣氛啊，或者一個立體感啊，即係唔係好平面啊嗰種啊。有冇啲作品睇完之後覺得意猶未盡喎？冇㗎啦！有冇啲作品咁樣出現過喺你面前呢？都有㗎，不過我唔可以講啦。喺邊個地區㗎？其實3個地區都有㗎，尤其有啲係講親情咧，講兩代嘅，相當感人㗎。我覺得觀眾唔好錯過嚇呢種真情咧，人情咧，同呢個兩代嘅情咧，呢個唔係需要荷里活嘅錢標up出嚟㗎嚇，唔使錢㗎，但係最緊要真嚇，有個情喺度嚇。子飛，問下你啦，喺96年尾到97年咧，最多人關心嘅係邊單新聞啊？你冇覺得我後生就唔知90年代發生過咩事先得㗎？97年喎，咁梗係香港回歸啦。回歸啊，梗係啱啦，但係我哋娛樂節目嚟㗎嘛，梗係講娛樂新聞啦。咁你又真係問啱咗人啊，因為我做咗功課嘅，你就係鄧家爭產事件咯。哇，嗰陣時好轟動嘅，個個好似追劇集咁樣追住佢哋嘅新聞啊。講得都真係㗎，嗰陣時我記得啲同事咧喺個永祥大廈咧，仲多過喺自己屋企。咁所以我哋今晚第一單自爆娛樂事件簿咧，就係全城啊都追訪嘅鄧家爭產風波。我哋講個祥哥少少嘅資料先嚇。祥哥全名咧就叫做鄧永祥，叫做新馬師曾，亦都叫做新馬仔㗎，係一位粵劇嘅紅伶咧，亦都係喜劇嘅演員，非常之有善心，所以有慈善靈王之稱㗎。慈善靈王新馬師曾一家嘅爭產事件已經擾攘多時。喺上個星期六，呢一場爭產嘅糾紛竟然再度升級，最後仲演變成流血衝突事件。今次牽涉入呢件流血衝突事件，除咗鄧家兩子弟小艾同邵榮之外，仲有長嫂嘅親兄妹8弟洪家全、9弟洪全同埋11妹洪國華。據報道啊，今次呢場流血嘅糾紛，懷疑係因為8弟洪家全借落鄧氏兄妹數十萬債務唔還而引起嘅。事發喺星期六晏晝大約5點鐘，據報道當時小艾、邵榮聯同9舅父洪全同11姨洪國華手持一份借務嘅證明文件，去到永祥大廈2樓嘅永祥唱片公司揾8舅父理論啦。當4人嚟到2樓，9舅父洪全就突然踢爛唱片公司嘅大門，衝入去同8舅父理論。後嚟9舅父洪全情緒非常之激動，仲掟爛台上嘅電話同玻璃杯，而佢右手背就被玻璃碎片就插傷咗而流血不止。最後8舅父洪家全就聲稱有人對佢不利而報警求助。喺事件發生冇幾耐，長嫂就喺好友黃夏蕙嘅陪同之下離開永祥大廈，聲稱去睇醫生。警方為咗了解事情嘅真相，仲一度邀請在場嘅記者落口供協助調查。到咗傍晚，報警求助嘅8舅父洪家全、小艾同埋邵榮分別去警署落口供，而現場消息透露，案件已經交由反黑組處理。喂，呢件事交俾反黑組處理喎，係咪即係話想提成嘅黑社會咧？係咪成件？嗰位阿陳文王係交俾反黑組處理。
我唔係，因為頭先你哋成班記者咧，咪衝咗上去2樓嘅，係咪啊？跟住咧就嗰個我八舅父咧就同差人講，就話頭先咧一開門有一紮30幾人衝咗入嚟，咁咧就其中咧有啲紋身嘅彪形大漢。佢咁講啦，佢話有記者同埋啲紋身彪形大漢，咁咧就話恐嚇佢咁樣，咁所以呢件事係交俾法做啫。長哥一直對呢宗爭產嘅風波十分之低調，不過前日事件升級至洪家兄妹之間嘅爭執之後呢，有報館同長哥做咗一個電話訪問，咁仲以頭條引述啦，長哥話長嫂呢個女人唔使恨。記者又問長嫂而家去咗邊，咁長哥就話佢有打個電話翻嚟，我就敷衍咗佢2句就收線啦。唉，呢啲咁嘅女人啊，真係唔使恨啊！記者又問啦，發生咁多事有冇諗過離婚啊？長哥就話啦，以前就冇諗過，不過而家就有啦。而洪家嘅事咧就唔方便講，不過咧牽涉到鄧家一定咧就企喺仔女嗰邊嘅，同埋咧好多謝洪家咁多人支持佢咁話。尋日我哋再去到永祥大廈，希望進一步了解情況。咁到咗3點幾鐘，長嫂好友黃孝慧去到永祥大廈，講述佢所知嘅洪家糾紛。有蘋果報紙咧，琴日訪問過啊長哥喺電話，長哥話即係佢會咁樣講咯，即係咁樣話長嫂你。唔係嘅，唔係嘅意思即係咩啊？即係冇呢件事嘅。你而家睇下，你睇下明州啊，咁啊長哥同阿長嫂係點樣講啊？呢件事即係話阿長哥冇講過嘢。阿長嫂唔會咁講，點都唔會咁講。我話俾你聽啊，因為我日日都對住長哥啊嘛，佢點會咁講啫？係咪？咁而家長哥同埋長嫂係咪喺埋一齊㗎？係啊，仲喺埋一齊。喺一齊㗎，成日一齊㗎。你哋都見到落嚟啦，你哋都上過去啦，係咪啊？但係呢幾日佢哋都冇一齊食飯喎。唔係啊，阿長哥精神俾你哋搞到都崩潰啊！但係啲仔女同長哥食飯，我俾阿長嫂搞到嘔。咁又唔係，我哋點會搞到嘔？我哋要食宵夜，係咪先咧？落嚟大家都好開心嘅，點會搞到嘔啫？冇嘅。喺呢一個時候，小艾亦都翻到嚟咁講述佢向八舅父追債嘅事啦。即係冇理由，佢啲兄弟姊妹個個都咁鬧佢噶嘛？啱唔啱啊？琴日啲兄弟姊妹咁勞氣咁鬧佢，都係因為你呃啲兒生，啲兒生唔係話好多錢嘅喎，係咪先？你都敢呃啲兒生，啲兒生敢幫你，即係大家都係講句公道説話啫。如果佢個人係正路啊，或者任何嘢嘅，我都唔出聲嘅。咁你爭人錢就一定要還㗎啦，係嘛？唔係話即係琴日喺屋企聲大夾惡話冇借過錢啊，任何嘢。如果你唔係講到咁，我都唔會攞啲單據出嚟啫，係咪先？始終佢係我舅父，點解我唔使寫欠據啫？借錢我一樣可以叫佢寫嘅，點解唔使啫？因為我信得過你係我舅父。但係今時今日我睇到嘅情形，我就唔會當呢個係我舅父。阿長哥冇實質俾咗啲建議出嚟咧，就話即係停止呢場風波，譬如話係兩方面做出一啲嘢，大家即係和解翻或者點樣啦，冇啲實質建議。咁始終都要大家坐低傾㗎啦，你冇得搞落去㗎啦，你永遠係行單程路冇用㗎，係嘛？永遠都係雙方面咯，我覺得。似乎好似即係長嫂有咗名分之後咧，就問題越嚟越多。長哥會唔會有少啲悔意表現出嚟咁？咁我都講過話，佢係一個好傳統嘅中國人，就算有乜嘢事發生都好，佢自己行咗第一步，佢就要去接受個現實咯，即係好與唔好，佢都要去接受咯。到咗夜晚10點幾鐘，長哥食完飯之後，由小艾陪同翻永祥大廈，咁不過咧就避談爭產嘅風波。期間另一個關鍵人物長嫂就由好友黃夏慧陪同離開大廈，不過一樣拒絕傳媒嘅問題。多謝你關心下。你遲啲會唔會係咯？你都會睇晒報紙㗎啦。咩？大家小心車危險啊嚇！都係發表下意見啦。對於琴晚嗰件事點睇啊？有冇睇報紙啊？今日係啦，長哥今日講咗啲嘢喎。係咯，車到咗啦，正式考慮下啲。呢度啊，呢度啊，長嫂，車到咗。呢度啊，你食飯啦，食飯啦。亞洲
洲電視喺2012年嘅10月31號咧，正式啟播咗一條專門播放亞洲電視製作嘅節目全新頻道啊，就叫做歲月流星台。而且更加以閃爍輝煌、光影不滅為口號，24小時播放70至到90年代膾炙人口同埋令人印象深刻嘅亞視作品啊，同大家一齊回味一下亞洲電視嘅經典劇集同埋綜藝節目㗎。我哋都特別製作咗啦亞視節目導賞團啊，希望咧剖析下劇中裏邊嘅時代背景啊、人物心態，等大家睇嘅時候咧可以更加投入。經典電視劇集《變色龍》喺1978年首播，當時一出即刻風靡全港市民，後嚟更加喺星馬泰等地大受歡迎。由於故事發展峰迴路轉，精彩劇情一浪接一浪，可以話係電視劇嘅教科書。我哋將會1連5集，為大家拆解變色龍嘅戲劇結構同其中所包含嘅社會元素。唔認得我咩？我真係唔認得你。2萬銀會變2萬銀，你明知我唔掂嘅，仲喺乞衣兜度揾飯食。成，你唔係咁嘅人嚟㗎。阿星，我哋今晚嚟咧，就係想搞清楚呢件事，係就係，唔係就唔係。你講一句就得㗎。係又點，唔係又點啊？冇咩點㗎。如果唔係嘅，我哋就繼續去查。如果你真係有咁樣做過嘅，就唔該你攞翻嗰5000蚊出嚟。阿忠佢而家冇錢出糧俾啲伙計，又冇錢俾印刷費，你哋算係幫下佢。咁大家以後仲係好朋友。啲錢今晚都俾人散晒。星，我真係估唔到你嘅人係咁，我識咗你。變色龍嗰個古仔嘅編排結構唔係偶然嘅。李善博士曾任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嘅高級講師，更係一名資深嘅電視監製同編劇。佢係講主要3個男仔，由細識到大，大家住埋喺同一等樓，點樣互相性格大家有唔同，但係又好老友，各自嘅志趣好唔同，一路慢慢大嘅過程裏邊咧，係有友誼嘅產生，亦都有一啲係大家因為性格唔同而有一啲嘅矛盾嘅。做嗰啲推銷真係慘。日日翻出嚟都係垂頭喪氣，咁啊係啊，所以我叫你上嚟做我助理啫。你諗下，做推銷員啊！整個嘅古仔其實都係圍繞住呢3個男仔個成長咧，就貫穿成個戲嘅。其實呢種嘅成長嘅過程咧，喺往後好多嘅故事裏邊啊，往後好多嘅電視嘅劇集裏邊咧，係都沿用嘅。因為其實每個觀眾都梗會唔多唔少喺呢3個男仔裏邊咧，係揾到一啲嘅影子，自己嘅影子。咁我覺得喺變色龍呢個古仔裏邊，其實係佢嘅經典嘅地方就係喺呢度，係一個成長嘅過程咯。另外一方面，其實喺嗰個社會方面啦嚇，當時70年代咧，佢亦都反映到係以呢一種嘅家庭。當時嗰個經濟嘅條件係點樣去面對所有生活嘅各種嘅磨難啊、挑戰啊咁樣樣。咁喺嗰個變色龍裏邊，其實都反映到嘅。變色龍嘅劇情主要係圍繞住潘志文、劉偉文同劉志榮3兄弟由好朋友到變成死對頭嘅經過。唉，真係嘥氣，搞足成日喎，啲木屋咧終於俾人拆咗去。翻到屋企啊，俾阿媽鬧添㗎。我話夠係啦，成個月都賣唔到套書，嗰班咪徒弟咧又話要辭職唔做咯。唉，真係啖味啊！
我咧今年第8次俾人炒魷魚啦，都幾難揾到第二個好似我咁。唉，幾時等我發咗買咗呢塊地開個足球場俾你哋聽啊？實發嘅，我有信心。信心係大家嘅。如果我哋發咗啊，就唔使住喺呢一度啦。最好啊，俾我中條六合彩啊，咁就發啦。單色話，我唔望中六合彩啊，我幾大都要自己搏㗎，最多死就死嘅啫。最緊要白手興家，係嘛？順其自然啦。有時啲嘢唔可以強求㗎嘛。好啦，今晚嘅時間係差唔多，聽晚咧依然有好多精彩嘅節目咧，同大家一齊分享㗎。咁包括咗我哋最新嘅環節娛樂無窮，喺裏邊咧我哋會訪問一位咧好想入娛樂圈發展嘅少林功夫小子啊！咁究竟佢點樣會成為少林弟子？佢又點樣實現佢個夢呢？聽晚嘅娛樂無窮，大家就會知道啦。而且咧，仲會繼續有延續莊國榮傳奇特輯啊！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我哋聽晚7點半繼續星動亞洲，拜拜。跟住落嚟係播映《微播天下》，請繼續欣賞。